综合外电消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13日表示，将建议欧盟成员国给予巴尔干半岛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纳入盟国候选地位。如果目前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接受上述建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将加入另外7国的行列，取得入盟候选国的地位，其中包括土耳其、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国家。由于布鲁塞尔会严格评估候选国的改革情况，入门程序可能需要数年，相关进程也可能陷入停顿。土耳其入门案便是如此。布鲁塞尔担心，如果有意加入欧盟的巴尔干半岛国家入门受挫，中国和俄罗斯等强权可能趁机而入，在当地扩大影响力。美国商务部本周实施对华芯片业的新出口限制，扩大了打击面指半导体人才领域。需要美国人若在特定几家中国半导体企业任职，需要事先申请许可。这已经让支撑中国半导体企业半壁江山的美籍员工出现离职潮。业内人士说，美国这一大招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可能超乎想象。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制裁进一步扩大，这次除了禁止出售给中国半导体业管制的先进制程设备、高速运算领域芯片，还要求美国籍人士非经许可不能到特定几家的中资半导体公司任职。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形容，这形同要求美国人在工作与公民身份中2选1，尤其对华裔美籍的在华工程师影响最严重。根据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当地时间10月13日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后没有传出埃尔多安出面调停俄乌战争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10月11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无意在下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普京会面，除非普京主动来找他谈话。拜登还表示，他认为普京犯了战争罪，他和其他人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他还说，如果要谈，这将取决于普京具体想谈哪些问题。他认为普京是个神志清楚的人，不会使用核武，但是却严重误判了其入侵乌克兰的能力。根据卫报报道，国防安全编辑沙巴格分析，俄罗斯狂炸的决定是政治性的，而非战术性。本次攻击目标受害者大多数是平民，攻击范围是民宅等等，目的是为了让乌克兰领导层及平民感到恐惧，迫使基辅进行谈判。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幕，不过东道国正因为一件涉及近7000人的外籍劳工死亡案备受国际关注。欧洲理事会在10月13日的劳工权利听证会上，督促卡塔尔进一步改善外籍劳工受剥削的现状，避免在保护人权方面起到负面作用。卡塔尔在2017年就做出了避免劳工高温作业、限制工作时长以及改善居住环境等规定，但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对此，卡塔尔劳工权益顾问在听证会上表示，正在努力改善现状，创建多层次机制，避免劳工换工作时遭到报复。卡塔尔自2010年获得第22届世界杯比赛的主办资格后，为新建所需设施招揽了数百名外国劳工，但因为卡塔尔的酷热气候以及剥削性的劳动制度，至少已造成6750名外籍劳工命丧他乡，引起了国际足联、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机构的担忧，要求卡塔尔政府改善外籍劳工的待遇。